正如华智仁波切所说：“隐秘自己之功德，隐秘他人之过失，隐秘未来之计划。”自己的功德要尽量隐藏，他人的过失也不能说未来要做什么事情，没有办完之前不能宣扬。以前法王如意宝去美国的事情，1990年去印度时就有计划，但法王说未来的计划现在不能说，任何人都不要告诉，我就没有告诉任何人。后来在1993年所有的手续才办下来，当时出国不像现在一样，现在只要有人民币，东南西北哪里都能去，今天到北京，明天到南极也没问题，但那个时候比较困难。所以上师如意宝当时引用了这个教研隐秘未来之计划，不能随便说。但现在很多人恰恰相反，动不动就我再过一段时间要做什么啊。当然有些事情是可以公开的，但有些问题不方便，做人还是应该掌握分寸。